我哋睇下，我哋抽咗一個獅子座，咁講獅子座 Eight of Swords 寶劍王牌。我睇下個色調，好熱烈嘅一個黃色，好熱烈嘅黃色，好有個氣派嘅一個張開，係個顯示。喺獅子座喺未來2個月，你心目中嘅某一個願望會得到實現。呢個就係主要嘅結論啦。喺未來2個月，獅子座嘅你心目中嘅某一個願望會得到實現。我哋再睇下一個寶劍，有啲古老，覺得有啲古老啦。寶劍古老代表住你心目中嘅願望係已經好耐啦，心目中嘅願望已經好耐。如果係你有伴侶關係嘅話，會唔會對方應承咗你買咗好耐嘅一樣嘢，會突然間畀你意外驚喜你呢？不但係注意呢個畫面睇唔到喜慶嘅。睇唔到喜慶嘅一個跡象，一個元素，亦即係講佢同求婚無關，佢同婚姻無關，即係同你嘅願望有關，得到實現有關。我睇到呢個畫面好高，會唔會係你個願望係之前覺得係高不可攀？好高代表住你個願望唔係好少嘅願望，係比較一個主要嘅大嘅願望。喺未來2個月有可能會你自己實現，或者係對方幫你實現。如果單身朋友就好理解，單身朋友好理解咧，你追咗好耐嘅異性，你會得到；你追咗好耐嘅異性，你心目中嘅異性，你會得到對方。如果有伴侶嘅話，你睇你哋嘅親密關係中嘅某一個行咗好耐嘅願望，會得到實現。我再留意返佢嘅色調係藍色，藍色就係好自然而然，好自然咁，可能喺你冇乜思想準備嘅時候，就實現咗，就得到咗。再睇返下有啲其他嘅細節，睇返其他細節。呢個願望其實係佢唔會有更加大嘅一個願望。諗下你而家最大願望係咩呢？慢慢諗下。黃色係代表一個願望實現嘅時候，你嘅驚喜，連驚喜睇到。但係再撥返嚟少冷水，就係佢嘅色彩真係以我而家睇到係真係以藍色、深藍色為一個基調，為一個主調。我仲冇啲睇到個氣泡，氣泡你可以理解為一個過眼雲煙。氣泡代表一個係過眼雲煙，氣泡冒泡之後，佢慢慢淡化。呢個可能你個係願望係與物質無關，我諗到一點與物質無關。
又莫非係你渴望咗好耐嘅你身體方面嘅某一個劇烈嘅反應有關？喺死嘅問題，今日就唔深入探討落去。總結就係睇到啲氣泡，可能同物質無關。即管期待下啦，有時候未知嘅收穫係更加令人嚮往嘅，未知嘅收穫係更加令人嚮往嘅。獅子座係一個被動嘅星座，性格屬於被動。諗下獅子座朋友，你會唔會咁？你係習慣唔係好主動，你係習慣被認同，但係唔夠主動。西方有一句諺語就係、好似明星咁，靠掌聲嚟支撐活住嘅人，最怕聽到安靜嘅迴響。希望你明白一句話，靠掌聲活住嘅人係最怕聽見安靜嘅迴響。你有時好努力咁維繫咗你兩性嘅關係，你維繫伴侶關係，你問下自己會唔會有時諗下，如果我停止喺段關係之中付出，對方會唔會再理我呢？呢個屬於恐懼嘅一種。你想被愛，但係你更加想被呵護。注意下喺親密關係中，你想親密嘅話，你係好少佔主導嘅一方。呢個無可非議，呢個無可非議。但係如果你想維繫一段關係嘅話，有時候特別係有裂痕嘅時候，雙方關係有裂痕嘅時候，你應該主動，係會贏得你嘅關係嘅一個更可以持久而長久。講返單身嘅，你要注意，其實就係異性靠近你，佢好怕你突然間，或者佢突然間感覺到你想控制呢段關係，咁樣嚇跑對方。你可能鍾意啲冷靜獨立嘅一個異性，你想征服，但係其實你係想被征服。其實你好怕有一日伴侶唔再圍住你氹氹轉，呢個屬於恐懼嘅一個。唔建議你修正自己，因為性格就係性格，你總會揾到自己適合你自己嘅人。